这照片是你在我最难过无助的时候帮我拍的。不过你这人真奇怪哎，我难过的时候，你第一时间不是安慰我，而是帮我拍照片。拍照是凝固时间最好的办法。有了这些照片，我们就不会忘记我们生命中那些重要的瞬间。有些事不用一辈子都记得吧。总之，这一切都过了，放了他吧。我已经给他一条活路了，就看他自己珍不珍惜，要不要重新站起来了。那我继父呢？我恨他，但也不至于要让他完全消失吧？你何必要这么做？我自有我自己的道理。我担心的是你，你该收手了吧？血债血还，这个世间是有因果的。你种下什么因，就会得什么果。可是我们都不已经有我们自己新的人生了吗？何必要让那些陈年往事再来打扰我们呢？放心吧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会照顾好你跟孩子的。可是，放心吧，我自有我自己的分寸。啊，走吧。
这样也好，等真相大白了之后再告诉他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里越来越迷惑了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。怎么了？我看见爱宝和仁义在一起，他们俩是那么温馨，爱宝是那么宁静。我突然感觉，是不是爱宝跟仁义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是很幸福的，根本不需要我去解救他。你觉得他们在一起会幸福吗？也许吧。你错了，你肯定知道农夫和蛇的故事。农夫救了蛇，最后蛇把农夫咬死了，这是本性使然。你觉得一个逼死你妻子孩子，使你家破人亡，或许现在手上还有另一条人命的人，能照顾好爱宝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把这件事情查下去。有什么进展吗？我听到他们俩谈话了。那个老头好像跟爱宝的关系非常的近。我打算明天去趟爱宝出生的地方，好好的把这件事情查一查。